港房子做開放式廚房，係放大空間定係放大缺點？業主想客廳夠闊落，又要有足夠收納。今次就帶大家睇下呢個津滿單位點樣平衡兩者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約415尺，屬於兩人居住嘅單位。業主平時有下廚習慣，希望廚房唔好再局限喺傳統封閉式空間。另外，亦希望客飯廳睇落更大，有足夠收納位置，全屋感覺簡潔耐看，日後打理容易。所以整體設計以淺木色配奶白色為主，利用統一色調去提升空間感。一入屋，左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，呢個位置我哋做咗 L 型工作區，將雪櫃、洗滌區同煮食區整合，即使空間唔大，日常煮飯嘅動線都會更加順手。中間再加設島台設計，除咗增加備餐空間，平時早餐簡單用餐或者放置小家電都更加方便。而吊櫃同地櫃一路延伸，盡量將收納集中喺廚房區域，減少客廳雜物外露。入門右手邊利用高櫃整合鞋櫃同雜物收納，中間預留開放格位置，方便放鎖匙、紙巾同日常隨手物品，視覺上亦唔會顯得沉悶。客廳空間唔算大，所以設計上以簡潔為主。電視櫃用低櫃形式減少大型櫃體帶來嘅壓迫感，配合淺色牆身同自然光，即使面積有限，整體感覺仍然比較開揚。浴室以淺灰色系為主，利用玻璃浴屏分隔填濕區，提升日常使用舒適度。鏡櫃同浴室櫃亦提供基本收納，方便擺放洗漱用品。睡房延續全屋簡約風格，以實用為優先，保留睡眠區同基本工作位置。淺色木紋地板配合白色櫃體，令空間感更加統一。想翻新單位嘅朋友，即刻 WhatsApp 木人家設計查詢報價啦。